人死諮詢人士。咁我其實呢個係個人問題嚟嘅。咁呢個問題就係咁嘅。而家我哋好多街鋪咧，即係講緊好重啊。街鋪嘅食肆啊，啲樓啊，所有街鋪嘅，其實有80%我哋啲人口去嘅。咁咧有20%咧已經係改善咗，係有法例要整咗有斜路，我哋可以入個鋪頭。但好可惜咧，呢啲鋪頭咧好多時係裝到收2班1級樓梯，或者用閘物阻住個斜路，唔俾我哋輪椅朋友入去，即係幫佢啦。咁我想問候選人，其實呢個問題我都投訴好多次。咁我哋主要就由屋宇署去執法嘅，但係咧，我哋投訴咗之後咧，好多時都冇執法，即係呢20%嘅可以入去有法例可以入去嘅街鋪。咁我想問啲候選人咧，冇將我對我哋殘疾人士嚟講，其實都好重要嘅。咁我哋其實有80%入唔到佢哋地方，而呢20%我哋入到去，但係又冇人執法，佢令到我哋可以幫襯翻。其實我想問候選人，你點樣睇呢件事啊？唔該，跟住21號同埋29號嘅朋友。我就想問一問關於我自己嘅情況嘅。我咧就因為跌親就喺屯門醫院啦，同埋咧幾間醫院搞到隻手傷殘咗。咁我已經寫咗信去醫委會。咁咧我就想揾區議員再問意見咯。咁我嘅回覆我係區議員完全見唔到㗎，我淨係見到嗰啲議員助理個個都將我灑走，個個都係將我全部灑走㗎。佢哋嘅意思就係話你申請法援啦，我想問律師意見。咁佢就同我講，律師啊，半年啦，一個就話15分鐘嘅就係你都未講完已經灑走你啦。我真係好想問下，我知你哋啲議員係高薪厚職嘅，會唔會淨係顧住大體嘅嘢？個人市民嘅訴求，你哋係會唔理嘅？好，投訴處理嘅問題，仲有一位。佢哋作答之前咧，我想再問大家咧，因為再抽咧都可能冇乜時間，有冇邊位真係好想問問題嘅？因為我哋今日候選人嚟得都希望聽多啲即係殘疾人士嘅聲音嘅。1、2、3、4，好，咁5。1、2、3、4、5，喂，越舉越多喎，咁唔抽唔得㗎喎。咁好唔好大家記住呢幾個問題先。頭先講緊係傷殘人士泊車嘅問題、領展嘅問題、殘次嘅問題、無障礙執法嘅問題，同埋投訴處理嗰個問題。咁請你哋自己寫低啦。我都希望
俾你哋再聽埋嗰啲嘅問題，你哋自由選擇作答，好嘛？咁我估個重點係真係溝通咯。好唔好由頭先呢度兩位，如果同一個團體咧，就我諗唔好兩位發言啦，咁係唔同團體會好啲。咁起碼頭先人都聽到，係前面你哋自己傾傾邊位，跟住展顏藝術，後面視像、女像，係咪你？新着身。黃志國係長期嘅患者醫療在關注組嘅。我想問各位候選人，咁喺立法會度好可惜，就通過唔到2016醫生修訂條例草案。假若今屆政府再將草案擺喺立法會，你哋咁幸運可以幫之後，你哋會唔會支持條例草案嘅通過咧？因為呢個條例草案咧有兩個主要重點。第一就係增加4名非業界委員去醫委會，去加快個醫療投訴，同埋係將海外醫生嗰個年期由1年加到3年，去改善嗰個醫療服務。如果你哋支唔支持咧？如果你哋唔支持，你哋點樣去可以建議去處理加快個醫療投訴，同埋去改善公營醫療嘅個人手不足問題咧？唔該。醫委會嘅改革，普通係嘛？唔同團體。你好啊！我係呢個跟隨殘疾人士嘅國家嘅主席。咁咧，我就覺得咧，頭先聽到佢哋咁多位咧，都認同應該至少咧係每個人咧，甚至每個人咧嘅傷殘是可以就業嘅。但係我覺得大家都有問題。就業雖然重要，但係個配套係咪更加重要咧？因為我曾經接觸過有啲個案咧，一個聽障人士俾僱主去填埋你嗰個聽電話嘅工作，咁另外一個資料書入面，請一個資料書入面，政府係個僱主嘅，佢要個資料書入面嘅應徵者咧，要喺個面試裏面對答如流。咁我就會覺得喺傷殘就業裏面有乜嘢措施可以做到咧？傷殘人士係合乎其位，可以發揮嗰個專長。我希望佢壓力唔會係繼續咁多嘅失敗。我想大家要咁樣做。就業嗰個配套支援。香港展覽藝術會採住殘疾人權利公約咧就表明咗殘疾人士咧係應該係有權利喺社區裏邊咧參與呢個藝術機會嘅。當然啦，事與願違啦。咁展覽藝術咧係長期被政府忽略嘅。咁我想問各位3個問題。第一就係你點樣推動政府喺發展展覽藝術裏邊嘅長遠策略？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係我哋點樣可以能夠加強或者落實咧藝術通達服務？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咧就係點樣推動展覽藝術家喺創意產業裏邊嘅一個就業問題？就業咧大家都講咗好多啦。咁除咗講話配套各種東西嘅時候咧，另外我哋想講下咧就係話究竟工種係點樣嘅？我哋通常都係咧喺嗰啲比較上labor intensive 嗰啲工種裏邊，咁但係咧創意產業實際上有個好大嘅潛力。我哋成日都見到一啲咧好有藝術創作條件嘅人咧，就要做捧餐啦、掃地啦咁。大家可以點樣睇呢件事情咧？3個問題，唔該。着身係嘛？各位後面試緊。大家好，新年聚會 CND 係就想問翻因為好多嘅房屋團體都會做好多嘅公眾教育嘅活動，例如我哋協進會可能係會喺學校或者啲僱主團體去講翻視障人士去點樣使用呢個資訊科技啦，其實或者係點用呢個智能手機嘅，咁所以關係唔係好清楚，又都有少少失望，咁
即係證明呢個公眾教育仲有好大嘅空間。我想問下你點樣去推動呢一個嘅公眾教育嘅？視障朋友用智能手機嘅問題，出嚟講喺前面仲有。我只係想問一問，家傷殘人士咧，大部分多數都係講話行啦、做嘢啦，係咪？但係就好少覺到智嘅問題咧，好多就傷殘人士咧係單獨嘅人士，係咪先？佢智嘅情況咧係靠社署去幫助嘅，但係佢幫助縮位咧唔係太多，呢個問題要點樣去考慮到呢個情況咧？咁嘅講呢樣嘢嘅。住宿嗰個問題。多謝新娘。我想問大家啲選候選人咧，有冇睇過《殘疾人士權利公約》第12條？唔該睇睇。嗰個選舉方法啊，因為咧而家監獄都可以去選舉，點解住醫院嗰啲唔可以選舉？同埋住宿舍，如果冇人帶出嚟，又唔可以去選舉。希望大家再睇一睇清楚，就係第12條，人人都有個選舉嘅，因為喺合理便利之下，殘疾人士或者智障人士可以有自己合適嘅助理去幫佢嘅，同埋簡易圖文版唔係淨係圖文，你哋嗰啲宣傳單張嗰啲政綱完全係文字，我哋智障朋友睇唔掂啊！唔該。好，智障朋友嘅或者係住院嘅朋友嘅投票權。好，最後一個問題。香港社一個務聯會，香港復康聯會幹進處。我想問就關於復康單位咧，好多時地區諮詢咧，尤其啲精神康復者嘅復康單位咧，面對地區諮詢好多嘅阻攔嘅。咁就當中亦都可能係有啲係政黨佢哋嘅意願，即係講如果大家有機會當選之後咧，咁點樣係即係可以做啲乜嘢去幫到喺地區諮詢咧係比較順利，啲復康單位可以開展到嘅。一啲嘅復康設施永遠喺地區諮詢裏邊係不受歡迎嘅，點樣係幫到令到多啲設施能夠去做？最後一位朋友。香港房聯李志源，我想問下咧，頭先關於個08年嘅公署嗰個相關工作嘅調查，咁我哋睇到咧，其實我本身都係公署裏邊嗰啲官方委員，咁啊同呢啲官員接觸嘅時候咧，佢哋好太傳統啦，即係驚改變。咁我哋都話俾你聽，其實外國好多呢啲咁嘅好先進嘅設計手冊，就唔單止係講公共嘅地方，仲講到係家居設計、餐廳嘅設計都好多。我想問幾位候選人就係話，如果鄰近譬如新加坡、日本係將佢哋嗰個標準講嚟香港嘅時候，其實係做香港啊，定係話好似官員咁講係適合香港啊？我揸咪啦，咁我去主持呢個程序。我估各位候選人，我特登希望你哋聽多啲啦。咁我決定咧就取消咗個常識問答比賽啦，因為咧就反而係你哋聽多啲，同埋係頭先咁多個議題裏邊，你覺得邊樣嘢你係覺得你會係真係攞當選，或者你曾經就個議題都做過一啲嘢嘅，希望所以大家嗰啲時間咧，我希望每人俾多1分鐘時間你，咁我再報一報時，咁你有多少少時間嘅回應，咁就